我哋而家行緊呢個咧就係中國嘅文明嘅驕傲，唔單止係中國啊，就係世界第一道跨海嘅大橋嚟㗎。哇 ，Steve 啊，係乜呢個海嚟嘅咩？咁嘅樣嘅？係啊，你見到全片都係紅樹林，嗱紅樹林咧就係海嘅植物嚟嘅。Fanny， 考下你嚇，你知唔知起橋嘅第一個工序係要先做乜嘢？應該就係橋墩先啦，因為我見到咧好多天橋起嘅時候咧都係起橋墩先嘅。係啊，呢條橋咧可以話現今起橋科技嘅典範。現在所有橋都係用同一個方式起嘅喎。哦，你望下形狀，睇下似乜嘢？好似架船咁喎。嗱呢度咧就好耐㗎啦，喺我哋中國北宋嘅時間已經起㗎啦。哇，咁咪成1000年咯。係啊。嗱，當時嘅建築師咧就好有智慧，已經識得用咧生物科技去起呢條橋噶啦。生物科技咁超現代嘅咩嚟㗎？嗱，你諗下啦，因為橋嘅橋墩當時咧係冇鋼筋去穩固嘅，佢就係用啲蠔咧種植喺個橋嗰個墩度，等佢成為咧係固定嗰個橋墩度河床嘅一個物體。咁所以係咪好聰明啊？哇，好有智慧啊！起咗橋墩，咁橋面咧，當時冇起重機噶嘛，咁點起啊？佢咧係利用水嘅浮力，水退嘅時候咧，做好咗橋面咧放喺木板上面，水漲咧就用船咧運到橋墩嘅上面。洛陽橋咧係1053年起嘅，條橋咧原本有1200米咁長，闊5米，46座橋墩，後來清朝乾隆嘅時候重修過，而家咧剩翻834米長。佢同北京嘅盧溝橋、河北嘅趙州橋同廣東嘅廣濟橋係中國4大名橋。呢一位就係呢條洛陽橋嘅建築師蔡襄，佢總共咧花咗6年零8個月起呢條橋嘅。呢度明明寫住萬安橋啊，但係點解又叫洛陽橋嘅？嗱，原因咧就係當時咧係中原戰亂啊，咁好多人咧就係遷居咗嚟呢邊啦。咁你嚟到呢度咧，見到呢度好似洛陽，因為佢哋全部係洛陽嚟嘅人喎。於是咧就當咗呢度係洛陽啦，就叫呢條橋咧就洛陽橋。大家喺洛陽橋嘅地基建設可以睇到，建築師用佢嘅智慧，用佢嘅創意，橋同埋蠔兩種完全冇關嘅物質可以合埋一齊做一個穩固嘅地基。年青人，只要我哋有創意、有思維，任何可能完全冇關嘅嘢，我哋都可以發揮到淋漓盡致，作出一個好好嘅創意嘅。Cheers！